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，今仔日搁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你开几啊百万去买跑车、全球手机、金破链，搁名牌包。如果你若生了出来，你挂金的全球手机，人嘛感觉你挂的是假的。今仔日要来互大家了解，查某人的体重，若是伫40到45公斤，这叫做骨感；若是伫45到55公斤，这叫做性感；若是伫55到60公斤，这叫做肉感；若是伫60到70公斤，这叫做情感；若是70公斤以上，这就真正纯属幽默感啊啦！我带女朋友去阮厝，你健康会昏昏的啦。有啥物啊？我是咧空恁女朋友讲话啦。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介这出影片，请分享出去，顺续订来看。廖 Camper，